嗱，今集咧就繼續講下墨爾本啊東南區入門級嘅樓盤啦。咁據我嘅了解咧，好多新手咧喺睇樓嘅時候咧，其中一個考慮嘅因素咧就係樓齡啦。佢哋盡量咧想避開一啲樓齡超過30年嘅物業，因為佢哋認為傳統意義上咧太舊嘅物業咧個維修保養費咧就會好貴，咁甚至乎貴到咧係冇辦法咧去承擔啊。咁有見及此咧，我就決定咧就拍2集咧，用兩個喺同一個區價位差唔多，咁但係兩者之間咧個樓齡係相差40年啦。我會比較呢兩間屋嘅所有數據，咁包括位置地皮面積、間屋嘅 floor plan 佢個 build quality， 咁呢兩間屋所有嘅優缺點，然之後咧你自己判斷一下咧，邊一種嘅樓齡咧適合你？咁由於我哋要控制個預算咧喺80萬左右啦，咁因此咧我哋就揀咗東南區呢個叫 Croydon 嘅區。如果我嘅發音唔準嘅話咧，我再一次咧講聲唔好意思，因為咧英文咧唔係我嘅母語。咁 Croydon 係位於墨爾本嘅東區，距離市中心咧大概係28公里。區內咧以自住用家為主，72% 咧係屬於自住，只有28% 咧係投資盤。咁呢個區咧對於預算有限而又想入住東南區嘅朋友仔嚟講咧，個性價比都幾高㗎。佢本身咧就挨住 Wingwood， 5至10分鐘車程咧就可以去到 Wingwood 其中一個大型購物中心嘅 Eastland， 以及咧 Wingwood 嘅 Costco。半個鐘頭車程咧可以揸去華人區，包括 Box Hill 或者 Glen Waverley。區內咧配套本身都成熟嘅，學校、醫院咧都齊全嘅。喺開始之前咧，我先簡單講下咧墨爾本東南區 house 嗰個發展路程啦。咁大家喺市面上見到所謂嘅 house， 即係我哋所謂嘅獨立地皮、獨立門牌嘅獨立屋啊，其實佢哋絕大部分咧都係私人咧買地，然之後咧揾標達起屋嘅，即係所謂澳洲俗稱嘅叫 house and land。house and land 咧會再細分咧投資盤同埋自住盤，佢哋主要嘅分別咧就係自住嘅話咧有機會咧佢使嘅錢啊，因為佢要自己住啊嘛，喺抌喺間屋花喺間屋嘅成本上面咧係會比咧投資盤咧就高好多啦。因為投資盤咧最緊要咧就係平衡嗰個性價比嘅啫。咁所以咧喺二手市場當你揾樓嘅時候咧，選擇呢啲自住盤咧係會比起投資盤咧係着數好多㗎。咁我都係講翻墨爾本東南區 house 嘅發展歷史啦。咁由於墨爾本東南區發展得比較早咁所以大家見到大部分咧流出二手市場嘅 house 都有翻咁上下樓齡㗎，即係講緊40年、50年、60年，甚至乎70年。咁點解市場上好少有10年或者係20年樓齡內嘅 house 呢？係因為咧東南區一早咧嗰啲地皮咧，即係講緊大部分啦，都已經係俾人起晒屋。咁剩翻落嚟嘅地皮咧，首先唔多啦。咁除非你要去到Berwick 或者係 Office 呢啲更遠嘅地方咧，就先有新嘅地皮出嚟。咁如果唔係咧，你要 within 嗰個距離市中心20-30公里呢個範圍內咧，新地皮咧個供應係極之稀少嘅。就算有新嘅地皮出嚟咧，咁開發商都好少咧係會再起翻咧獨立屋、獨立門牌嘅 house。佢哋好多時係會將塊地皮咧分割咧攞嚟起幾間townhouse。咁所以咧喺澳洲如果你要揾一啲樓齡比較新嘅屋咧，你可能咧會需要target一啲我哋叫做新開發區。咁呢啲新開發區咧，一般嚟講咧係會距離咧市中心係遠少少噶。咁所以咧，如果你想入住距離市中心20公里、30公里內呢啲區咧，你就 expect 咧揾二手 house 嘅時候咧，你就預咗咧係有一定嘅樓齡噶。個 background 咧就講完啦，而家嚟比較下呢兩間屋啦。由於時間嘅關係啦，今集我主要會集中講下樓齡新嗰間，而下一集咧會講下樓齡舊嗰間，然之後咧橫向比較下咧呢兩間屋所有嘅細節。咁先講樓齡比較新嗰間啦。咁話就話新啦，其實咧都有26年樓齡噶啦。其實26年樓齡咧喺 Croydon 呢個區咧已經係算係好新噶啦。咁其實 Croydon 呢個區咧絕大部分嘅 house 咧佢嘅樓齡咧都介乎於40年至80年之間嘅。佢嘅佔地面積咧比起舊樓咧係會細啲嘅。Total 咧
塊地咧係得349個 square meter 嘅啫。嗱，之前講咗啦，因為咧靚嘅地皮、大嘅地皮咧係會被最早一批嘅 house 係所佔據㗎。咁所以咧第一樣嘢咧喺澳洲啊，當我哋選擇新樓同埋舊樓之間咧，同一個價錢咧，如果你買舊樓嘅話咧，你嘅位置同埋個地皮咧係會靚啲同埋大啲。咁開則方面啦，佢有3間房，一個雙車房。客飯廳分離，咁呢一種咧係屬於 standard 嘅3房積。嗱，咁 by the way，澳洲咧3房同埋4房咧，佢係會有分細積、standard 積同埋特大積。咁話就話係雙車房啦，但係佢得5.6米乘以5.8米嘅啫，即係話咧嚴格嚟講咧，佢係停唔到2架車㗎。咁房間嘅面積以3房積嚟講叫做不過不失啦。咁分別係2間3米乘以3.1米嘅房，咁 master bedroom 咧都係得3.6米乘以3.6米嘅啫。咁成間屋咧係得一個淋浴同埋一個廁所嘅啫。咁浴室咧佢係開咗2對門啦，可以令到咧全家人咧去共用咧呢一個浴室。咁3房得一個廁所咧，係呢一個開則嘅第一個缺點。而佢第二個缺點咧就係佢個開則咧，如果日後咧你想加裝一個廁所嘅話咧，都有少少困難噶。咁絕大部分嘅舊樓嘅案例咧，我哋會喺個 laundry 嗰個位咧就加多個淋浴。咁但係呢間屋嘅 laundry 位咧，啱啱咧就開正喺佢後花園啊，有個樓梯位嗰度啊。咁如果喺呢度呢個位咧做咗淋浴嘅話咧，就會封死咗去後花園呢個門口啦。咁客廳咧係一個正方形4.6米乘4.9米嘅空間，佢係擁有3邊採光。咁原本咧呢隻開則咧都唔錯噶，但係可惜嘅係成間屋咧係屬於budget build啊。喺澳洲呢個 build quality 咧係有分 budget、standard 以及 luxury。咁由於呢個 builder 咧要控制個成本啦，咁所以呢間屋咧有2格樓梯嘅樓梯位噶，分別係門口 entry 入去客廳呢一個位，以及房間走廊行入去飯廳呢個位。對於屋企有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咧，有樓梯咧就會製造危險。夜晚如果冇開燈唔小心嘅話咧，真係可能會撲街㗎。咁點解會出現呢種情況呢？咁首先係因為佢塊地皮咧係有少少斜度㗎，有斜度咧喺澳洲嚟講咧係正常㗎。有5成以上嘅澳洲嘅物業咧，嗰個地皮咧都唔係平㗎。或者咁講啦，好少有地皮咧係完全平㗎。而呢間屋本身嘅斜度咧，其實係好輕微㗎。咁其實喺起樓嘅時候咧，個 builder 咧 suppose 咧應該咧令到個間屋咧個地皮咧或者個地基咧係整平佢。咁可能佢想節約個成本啦，咁所以咧佢係冇做到嘅。咁所以呢間屋咧就出現2笪地方咧係有呢個樓梯級同埋呢個落差㗎。室內裝修部分啦，成間屋咧都係原裝修啊，即係講緊26年前嘅裝修。佢所有嘅門窗、廁所、浴室咧，通通都係26年前噶，包括所有嘅門窗咧都係26年前噶。嗱，呢個唔係重點，重點係佢所有嘢咧都係 budget 嘅 build quality。會衍生啲乜嘢問題咧？我先講下啲窗啦。佢所有嘢咧都用到嘅，但係佢屬於木框嘅結構，同埋佢本身個玻璃咧都幾脆弱噶。咁呢啲木框咧同啲鋁窗或者鐵窗咧，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你定期咧做保養噶。如果唔係咧，佢啲木框咧滲咗水嘅話咧係會腐爛噶。而佢呢啲玻璃咧本身係比較脆弱嘅，咁因此咧喺嗰個隔音同埋隔熱方面咧係比較差噶。屋嘅保養方面啦，嗱，成間屋個 structure 咧都 OK 噶，咁包括佢嘅地基啦、屋頂同埋排水管嘅保養咧都做得唔錯噶。咁全屋咧每一個角落咧都冇任何咧漏水嘅跡象，咁地基咧亦都冇任何嘅移位同埋下沉嘅跡象。唯一少少 concern 咧就係佢鄰居嘅樹木咧就有少少 overgrow 啊。overgrow 會有啲咩潛在嘅影響咧？就係佢車房頂嗰啲樹葉咧會落去車房嗰度咧，如果唔定期進行清潔嘅話咧，有機會咧係會堵塞
車房頂嘅排水啊。咁但係咧呢啲都係小問題嚟嘅啫。咁新業主咧最好咧就同呢個鄰居嗰邊咧就進行良好嘅溝通啦。咁希望鄰居咧就可以咧就鋸下咧或者係剪下咧佢屋苑入邊咧，即係佢花園入邊嗰啲樹啦。我哋繼續睇翻呢間屋室內嘅裝修啦。嗱，佢全屋咧係換咗新嘅地氈，同埋全屋咧係油晒油嘅，重新油嘅。咁但係咧佢鋪嘅咧都係一啲比較 cheap 嘅地氈嚟嘅啫。咁呢間屋咧嘅保養係的確唔錯嘅。咁但係咧，我哋繼續去睇翻佢嗰啲細節啦，就係佢所有嘅嘢咧都係啲好 budget 嘅嘢。咁包括佢使用嘅馬桶啦，係喺市面上咧你可以睇到咧最 cheap 嘅型號。淋浴嘅花灑咧亦都係啦，呢啲係好 cheap 嘅型號嚟嘅。嗱，咁雖然話咧佢呢個淋浴咧個底咧係用我哋叫做 shower base，呢部分咧就係好襟用嘅。咁但係因為佢係一個 budget 嘅標啦，咁所以咧佢周邊咧嗰啲瓷磚咧嗰個防水咧，你預計咧可能用多5至10年咧，基本上咧我會建議咧你重新咧就再執嗰個浴室佢啦。嗱，廚房睇落去咧好似咧即係表面上咧睇落去咧好似好 modern 啦，咁但係咧所有嘢咧包括櫥櫃啊、煤氣爐啊、洗碗機啊，全部咧通通咧都係一啲好 budget 嘅嘢啊！咁再加上咧呢個廚房咧已經有26年歷史啊，咁所以咧好多 appliance 啦，包括焗爐啊、抽油煙機啊，特別係呢個洗碗機啦，你預咗咧搬入去咧都係要全部更換噶啦。咁就連啊佢個星盤啦，以及水龍頭咧都係一啲好 budget 嘅 model 啊。咁暖氣系統咧係屬於 gas heating 啊，即係咧燒煤氣嘅中央暖氣系統，喺地下咧呢度咧就出暖氣噶。咁 gas heating 嘅好處咧就係佢功率夠啊，咁同埋咧呢種咁樣嘅燒煤氣嘅系統咧都幾襟用噶。咁冷氣咧，全間屋咧係第一部嘅啫，就係客廳呢個位咧就裝咗一部分體式冷氣俾你。咁呢間屋咧表面上睇落去咧就好似冇乜嘢要執，冇乜嘢要搞啦。咁表面上睇落去咧，的確係幾吸引嘅，特別係 for 一啲新手啊，因為佢哋冇乜睇樓嘅經驗啦，咁以為咧買咗呢間屋咧搬入去住咧就冇乜嘢需要執噶啦。咁但係呢間屋咧有幾個缺點咧，好多時咧佢哋係會 overlook 嘅。咁第一個就係成間屋咧佢係屬於一個 budget build 啊。咁包括咧門窗、廁所同埋廚房咧，其實咧新買家咧入住之後咧，你預大概5至10年咧，即係起碼個廁所、廚房咧就要花一筆錢咧去執一執噶啦。我相信咧呢一部分咧好多新手咧係 overlook 咗嘅。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嗰兩個樓梯位啦。咁佢可能佢入住咗之後咧，咁可能撲咗幾次街之後咧，佢哋先會咧感受到咧呢兩個嘅缺點㗎。而呢兩個樓梯位咧係屬於 permanent 嘅缺點，係冇辦法解決到㗎。咁最後當然係佢開則上嘅局限啦，佢係冇辦法咧係可以加裝到一個廁所㗎。咁下一集咧，我會同大家分享咧同區價位差唔多，但係樓齡咧超過70年嘅舊樓，同呢一間咧就比較下，睇下呢兩間屋到底有啲乜嘢分別。